因為咧黃巾之亂咧就歷史上咧事實咧應該就冇一個傳係專登記黃巾之亂嘅。咁我哋最接近可以睇到史實嘅書咧就係呢個《後漢書》嘅黃埔江同埋朱雋列傳呢兩個嘅自傳。咁呢兩個人咧就係參與呢個黃巾之亂嘅最大將領之一，即係除咗何進同埋盧植之外，係啦。咁所以我哋睇呢兩個傳就應該睇到啦，成個黃巾嘅最精髓過程就應該喺呢度啦。咁黃埔江字義真，安定巢拿人，安定即係西面喎，呢度長安以西。唉，咁度遼將軍窺之兄子也，唔識喎，邊個嚟嘅？傅哲，衙門太守，谷少有文武，呢唔解啊！呢啲一講佢啲兄弟，呢個兄弟咧，同埋佢老豆做呢個衙門太守啦。咁跟住谷少有文武，自介好詩書，即係文武雙全喎。呢條友習弓馬，初舉孝廉，謀才。太尉陳範，大將軍奪武，連辟並不到。即係話呢個太尉同埋大將軍呢兩條友都唔夠呢個黃埔江咁文武雙全。哇，咁好誇張啫！唔怪之曹操都要讚呢個黃埔江啦，讚佢用兵如神。如果佢喂黃埔江點死？呢度有冇講？如果佢唔死，係咪可以同曹操爭個天下呢？究竟可能到時都唔知係曹操統一北方定黃埔江統一北方。咁靈帝公車，征衛二郎，遷北地太守，做北地太守。初據六將國，自稱大賢良師，奉事王老道，蓄養弟子。攜把守國，符水奏說以療病，病者疲悅，百姓信之。係啦，咁呢度就講下，就係佢點樣導人入邪教，用啲符水醫病，落咒語。張角因遣弟子8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佢就派咗8個佢啲門徒喺度，即係可能基督教咁，耶穌有12門徒，佢就張角有8個門徒，8大門徒，佢周圍傳呢個邪教。12年間就有幾廿萬人，連結郡國就有呢8個州，即係之前講過清徐幽冀荊揚芮，又睇多次呢度。幽冀並清芮徐豫揚冀荊，咁呢1/3天下啦，已經霸咗。漠北應逐至36方，咁同頭先維基百科一樣喎，講嘅嘢。方由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細方有6、7千人，各納渠稅，即係有個統領啦，每個方都。詐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納稅，在甲之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之門同州郡官府，皆作甲之縣。中平元年，大方萬餘人等先收，企羊數萬人。其時，喂，睇嚟維基百科都係照住呢個譯嘅喎，佢一樣喎，同頭先講嘅嘢。元二數往來京師，呢啲字都一樣喎。以中常侍封入呢兩個十常侍嗰兩條友啦，講咗內應。3月5號就造反，但係事敗，俾張角其中一個門徒反骨仔唐周就告密，就將阿馬議員車裂，五馬分屍。靈帝以奏將下3公師弟，使驅屯靈州兵將3府督，誅殺千餘人。推考其奏，逐拘捕張角，即係落咗通緝令，通緝張角。張角見事敗，就唯有逼住造反，就用黃巾做旗杆，
殺人以祭天，就自稱做天公將軍。張寶就做地公將軍，張良就人公將軍。跟住燒官府，劫罪邑，州郡失據，掌吏多逃亡，瞬間之天下響應。呢個卒日即係100日啊，好似係呢個歲日，好似100日界定50日啊？一個歲係幾多啊？唔知50或者100啊？呢度幾州郡修理攻守，即係呢個就講緊漢靈帝就叫啲州郡全部去整理你自己啲軍備，簡練器械。呢幾個關就置咗都尉，即係整咗一個軍事嘅統領啦。當召群臣會議，告以為義解當今，益宗前依班軍事。帝從之，於是發兵天下征兵。OK，即係黃埔江呢就建議就話要招兵買馬，呢度係。即係攞晒禁軍嗰啲錢同埋佢嗰啲皇宮嗰啲司機錢，即係跟住就可以招兵買馬。咁呢個皇帝就從之啦，即係聽佢講啦。跟住就發天下徵兵，互選將帥，就黃埔江做中良將。持節嘅意思，即係假節，三個字嘅假節，即係話佢可以揸住雞毛當令箭。周圍可以落皇帝嘅 order，行使皇帝嘅權力。與右中郎朱雋共發5校，3毛騎士，武精勇4萬幾人。咁兩個人就各統一軍，就討伐永州。喂，同頭先維基百科一模一樣喎。雋前與察波才戰敗，因進保將寫。波才引大眾圍城，告兵少，軍人皆窮。因為我就唔明點解佢4萬幾人都兵少，波才好多兵咩？乃召軍嚟圍若兵有奇變，不在眾寡。跟住就出嗰個火燒連環營啦，咁所以斬咗幾萬人，所以就黃埔江就封咗都鄉侯。江同埋雋乘勝進討越南，陳國王根追波才喺呢度，又東進東郡，就生擒咗呢個卜紀，斬首7000幾人，咁即係節節勝利啦，一路打贏。黃埔江出完呢個火燒連環營之後，一路係咁推進打贏。時北中郎將盧植同埋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召告進兵討之。高虞各第同張良就喺廣中度打，張良就精勇，黃埔江就打唔贏嘅開頭。第2日就呢個就網開一面嗰度，但係佢呢度唔係寫網開一面喎。閉營休市，即係靜觀其變，以逸待勞。之後呢啲黃巾賊就戰意鬆懈，就潛野偷襲。哦，係咯，呢個偷襲就殺咗3萬幾人，浸死咗5萬幾人，掠奪咗3萬幾，燒咗3萬幾車。高阜與巨鹿太守馮祥各典攻各第，即係攻張寶，喺呢個曲陽又斬咗張寶，就俘虜咗10幾萬人。所以黃埔江就拜為呢個左車車騎將軍，領呢個冀州牧，封100千戶。喂，呢度冇網開一面個牆喎，睇多次維基百科先，有少少出入，但係大致嗰個戰史都係一樣，即係嗰個進程都係一樣，啲 detail 有少少出入啫，冇乜特別。咁冇啦，呢度已經平咗啦。咁我想而家最有興趣就係睇下黃埔江點死。
睇下邊度會有，會發現到黃本江點死。發病卒幾時啊？即係又係病死，有冇搞錯？初平4年啊！嗱，都話以前嗰啲大將軍呢，即係勁嗰啲人呢，都係命不久矣，英年早逝，一係病死，一係重傷而死。即係亞歷山大嗰啲，佢廿幾歲死啊嘛，即係打仗多嗰啲都係身體好唔掂，過度疲勞啊。即係要前線打仗嗰啲啦，當然你係企喺後邊嗰啲司馬懿就可以長命啲啦。即係幾多歲啊？喂，佢幾年出世？頂你三國點解記載歷史嗰啲人都冇寫生於幾多年？三個字又係咁，我鬼知佢幾多歲？即係一啲提示都冇，中間冇講年份，完全。